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要传汤厝内家传的滋味，搁来创新招人客继续来交关，实在无简单。头家王树明，伊承师阿公的手艺，本来学设计改图卖火锅，汤头上海大香菇甲番麦控的，家己用发家的技术来试白菜，试出来白菜食起来特别脆，气味嘛真顺。搁再掺台湾乌毛的三层仔肉、红茄、配合的小羹啊，再海产落去煮，汤头啉起来搁较清甜。 咧滚的汤内底，规个拢是酸白菜，搭配台湾乌猪肉，下落汤内底回规个啊。红色的肉片就随便色，变做真水的粉红色。它虽然看起来油花很多，但是吃下去之后，它的口感其实不会很腻，就是会有 QQ 弹弹的感觉，就因为那层带皮的关系。 不管是伊比利梅花猪，也是乌毛猪三层肉，油脂拢足招匀的，肉嘛真嫩，甜甜的肉汤内底，搁食会着酸酸香香的味。汤啉落了后，口味嘛出现变化，味肉袂啊酸，变作甘甜。我觉得它的猪肉肉质很好，然后它的那个皮吃起来很有 Q 劲，对啊。那因为我是第一次来，然后就觉得还蛮惊艳的，而且它。 内部的这个装潢摆设也都我觉得很高级。天菜红虾、好虾、干贝、三文鱼、蚵仔等等，澎湃海产一项一项下落，互酸白菜汤内底加一种清甜的海味。觉得它的汤头比较顺口，对，然后至于酸味的部分，就是不会很强，对，因为我本身就吃火锅不怎么喝汤类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汤就是还蛮温顺，就是我可以接受。 人客讲的酸，毋过袂激的汤头，其实毋是传统的酸白菜汤头，是有加入日本京都口味的有透蓝的汤头，甲水兄甲滚了后火浸掉，甲海带、番麦、香菇下落，头尾爱浸10点钟。会用日本的热泡法，是因为昆布汤底的昆布其实不能熬，熬的话汤色就会浊掉，哦，那这个浊掉的话，汤也会变苦。 浸甲汤变作黄金色的，毋若清，佮无拉沙巴，色真浅，味煞真香。等人客点菜点好，才甲现切的酸白菜下落。我爷爷千交代万交代，我们王家的这个酸白菜，每一条就是0.5公分，啊，那为什么是0.5公分？其实就是要让菜的里面的酸度完全的释放出来。 其实王树明过去是咧做品牌设计，会今日去灶骹开餐厅，就是因为想要甲阿公的好手艺推广出去。在我们家族过年最主要的就是酸白菜白火锅。那其实爷爷一直希望我们家族每个人都要会做这道菜，从腌制发酵这个动作。那爷爷大概在10几年前，一直希望说可以把我们家这道菜。 王树明甲囡仔时代怀念的口味，甲伊行销的传统合作伙，互阿公的酸白菜猪肉火锅，若变做家族做伙食的一出料理，卖当互大家拢食到因兜组团的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